陣間你叫大財做屈原啦，過嚟屈呢班友。咁啊，黃師啊，嚇拍緊邊個第3集啊？精裝追女仔第3集咧就一定拍，但係而家咧就先拍一部同精裝追女仔片頭咧一樣得意、一樣咁好笑嘅最佳損友。邊個最佳損友啊？問劉德華啦嚇，好忙啊！喂，華姐，邊個最佳損友啊？哦，最佳損友。喂，咩叫最佳損友喎？阿姑，唔該你，請問你有冇損友啊？損友叫我老公去滾嗰啲就損友。好，唔該你啊！啊，小姐，請問你有冇損友啊？損友我冇損友嘅。老友，請問你咩叫最佳損友啊？我打麻雀就贏我錢，篤波贏我幾廿賭，你咪最佳損友咯。唔該你。小姐，咩叫最佳損友啊？我男朋友嗰幾個咪最佳損友啦，成日搞到我開 P 都唔得閒。老友，有冇睇過部叫最佳損友啊？最佳損友幾過癮喎！第1號損友牛精飯。有人話你係最損友喎，點睇啊？咩損友啫？我又唔牛精，又唔中意打交，又唔中意講粗口同人講。你做乜嘢啊？係咪訪問人？你懟個咪埋做咩啫？打你啦！係。第2號損友臭口期。人人都叫你做臭口期，你點睇咧？我都算臭口，我一生人最大嘅缺點咧就係口直心快。你嗱，你睇你手指罅幾疏，肯定3年裏邊啊一定乞米嘅。啊，仲有啊，啲手指有咁灰白啊，2個月之內啊上得床唔落得地，喺床就拗大髀嘅。哎呀！第3號損友鹹濕超。誒，先生啊，有人話你又鹹濕又色情狂，你點睇啊？黐線嘅，因為我一表人才，正正經經，點係嗰種人？點話？喂，做咩你？喂，小姐你幾靚啊！我啄硬你。唉，呢3個損友啊，遇到1個已經唔掂啦，我以齊3個添，真係唔知發生咩事。喂，老友，有部最佳損友戲睇唔睇啊？最佳損友我實睇嘅。恭喜發財，最佳損友，我們接同你